易管家进入，要先加入好友。按聊天，按聊天才对，按点按聊天，按这个图扫描 QR code 的图片。10连字扫码，10连字扫码。屏幕右下半往右边。10连字扫码。这个要有状态你才能够用。没有装带的用那个简讯的。你看简讯10连字，还有用赖的。简讯的话会出现简讯。右下角，你看手机屏幕右下角那个图，就是简讯10连字啊。另外也有 LINE 易管家的扫描